跟着。不灵。啥呢？你开门吧啊！那我在家不也没事儿吗？你要跟……哎，怎么了？哎，怎么了？哎，尿了！哪搁的？不认识。老公，干啥呀？你来，干啥呀？我那边忙着呢。想不想要零花钱？给我2块钱，要。看着啊，啊，猜对了就是你的，知道吗？行。给这儿呢，没我了啊，零花钱。那这200是我的了啊。我送货去。送货去啊！那你去吧，我给你开门。今天就知道玩手机，来，把玩拍手，拍着我手，预备。再来。哎呀，再来。哎呦我的妈！使多大劲干啥呀？姐，给你钱，给你钱。哈哈，给，是你的，是你的。兄弟们，今天给你们做一道家乡的美食菜——鲶鱼咸菜煲。好，现在开始。鱼都掉了，还做个毛啊？